新北市新店透早有一个查某人，和啉酒的6查甫朋友起骹动手哦。伊行去路口的桥上喊救命，这查甫人嘛落到桥上，佮甲主地号2个电锅摕起来带女朋友甲店员。这个查某人哦身躯拢是伤，这个店员嘛互烫着。警方展开侦办，嘛以加报案通报。 穿白衫查某囡仔雄雄公公走上街路找所在避，库伫机车后边，穿乌衫查甫人一直表就出现，两人你着我走，查某囡仔佫走向桥上求助。我先来求救，然后他们跑进来，然后我就企图劝那个男生，我跟女生一起在地上。 店员赶紧靠劝，反倒倒来家己也受灾殃。查甫人情绪激动，将煮好地hiệu2规鼎摕来倒，附近店头惊甲赶紧报警察。听到叫救命的时候，可能就只是吵架的感觉，后来就已经看到真的是动手了，很大力拿起那个茶叶蛋，拿着那个锅子是直接敲了几下。 然后已经看到有一个女的躺在地上。查某囡仔头部流血，身躯也真侪所在受伤，桥上店员也烫伤。警方到场将人送医。代志都发生伫新北市新店7透早5点外，两人是情侣，30岁姓陈的查甫人酒后起争执，摕物件攻击16岁姓曲的女朋友。 查某囡仔赶紧走出来，啥物人知影？查甫朋友脾气有够大，连续动手。全案依涉嫌伤害、毁损罪嫌侦办，并依规定进行家暴通报。原警我到现场，这查甫人已经离开，到徛街掠人，发现伊手摇伤，先送医治疗。啊，毋过查某囡仔甲店员拍算提过伤害。 桥上的店长要搁告损毁，查甫人酒后施暴，也爱为伊的行为付出代价。记者综合报道。